来关心国际消息，以色列甲哈马斯相战到今还未收煞，甚至影响到全球的海军。伊朗支持的也门反恐军青年运动，为着要表态挺哈马斯，就去攻击一寡经过红海要去以色列货船。即马国际真侪大间的航运公司，包括台湾的中营、阳明海运，拢宣布改变港路。这运费的成本增加，全球石油甲物价恐惊拢会对得起价。因为也门的反恐军青年运动继续针对经过红海驶向以色列货船发动攻击，英国石油业者、英国石油公司伫10月表示，将会得到包括丹麦、马士基等全世界4大航运业者的卡波，暂停红海路线及其他航线。目前正伫以色列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0月也强调，也门的行为已经违反国际法。将会启动大河叫做发现卫士的行动，联合欧洲甲非洲等9个盟友，共同保障经过红海商船未受到青年运动的攻击甲干扰。In the Red Sea, we're leading a multinational maritime task force to uphold the bedrock principle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Iran's support for Houthi attacks on commercial vessels must stop. This threatens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of the entire world. I appreciate the fact that you are taking action to open that strait. 也门的青年运动是伊朗伫咧支持，为了要抗议以色列继续攻击加沙，自11月开始就针对因所掌控的红海南边，连接红海甲亚丁湾的曼德海峡，攻击要驶向以色列商船。11月底，一个劫持一台英国所有、日本伫咧经营的运河领袖号货船，劫持25位船员。运河领袖号甚至变作也门民众的观光景点。美国甲法国的军舰最近也连续甲青年运动的无人机攻击，甲动来。除了英国石油甲国际大型的航运业者计划，台湾的货柜三雄，包括长荣、阳明甲万海，10月也宣布暂停红海航线，设另外航线。青年运动伫10月又搁宣布因攻击2台经过红海商船。因为红海是全世界上重要的石油甲液化天然气一个消费品运输路线之一，也是亚洲主要苏伊士运河航向地中海、欧洲甲美国东海的重要航线。业者评估，船只停港等待，或者是行另外航线，将会扭断船期，可能会造成运价行悬。若是这种政策继续1、2礼拜，也会扭悬国际油价一个民生消费品的计数。公司新闻金环庆编辑。